以色列甲哈马斯小战，美国甲埃及超测暂时开放关口，运送救援物资协助撤侨。战事引起仇恨犯罪，美国就发生71岁厝头家害死巴勒斯坦的厝卡以6岁囡仔的事情。荷兰的国会大选，亲欧的在野联盟摕到过半席次选赢，有望继续维持援助乌克兰立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邀请大家点台湾看世界，用台语来了解国际大。来看到以色列甲哈马斯的小战，以色列封死加沙走廊，准备要大进攻，要求遐百姓赶紧向南边来撤离。目前拢总分2路，百姓会当先走去南部城市避难，不过一个就走来一大群人来到南部，当地食物甲水拢已经真开始欠。经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敲切，埃及的总统已经答应暂时开放加沙甲埃及的关口，会当运送救援物资甲撤侨。然而，美国总统拜登嘛决定上近1礼拜会去访问以色列，嘛强调伊虽然支持甲哈马斯灭掉，不过无等于以色列会当去侵占加沙，伤害巴勒斯坦的人民。清真寺外口组织大批民众排队灌水，加油站会当讲无油通加。以色列政治有故要对加沙地区进行地面突击，要求北部居民赶紧向南撤离，造成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地区国内人口为40多万，增加到超过8万人，开始出现资源不足的情况。مش بس للشرب لكل الاستخدامات من يوم الحين إن بالضبط ما فيش عندي بيت مي لي 5 أيام。虽然以色列开启2条安全通道，有完传出包括囡仔在内，真侪平民伫撤离路途中死亡，真侪去到南部的家庭有路无厝，目前大约有40万人暂时住伫联合国开设的庇护所。也毋过，因为以军封锁加沙4口围，造成物资真歹进入。联合国坦白讲，当地人道救援机构已经伫失控的边缘。فيش حد يجري ورانا كيف احنا نعيش كيف جاوبونا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阿拉伯6号进行协商外交，想要组织冲突扩大，19甲埃及达成协议，会重启埃及北部往来加沙走廊的拉法关口，以利物资输送甲撤侨。We're putting in place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with Egypt, with Israel, with other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to get the assistance in. 各国拢在极力避免战事扩大。法国外长今仔日到黎巴嫩呼吁真主党站站，唔通介入以巴冲突，因为顶礼拜真主党武装分子炮击以色列北部村庄，国家烦恼边境会开启第2战线加人战会。约旦国王是访问欧洲各国，寻求支持结束加沙冲突。美国总统拜登计划1礼拜访问以色列，虽然伊支持以色列对付哈马斯，也毋过警告袂当占领加沙走廊。I think it'd be a big mistake. Look, Hamas and the extreme elements of Hamas don't represent all the Palestinian people. 事实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近前嘛安尼批评哈马斯，指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才是巴勒斯坦人唯一合法的代表。这个组织主张用谈判手段建国，不过这段言论后来煞互官方通讯社删除。以色列参谋长礼拜2示警往加沙前线，向部队发声煽动哈马斯。半岛电视台指出，当地时间16晡暝啊，加沙市传出真侪摆空袭，造成2个边防基地轰炸掉，真侪人死亡。巴勒斯坦当局讲以色列的攻击是整作灭绝，到今已经造成当地3,000人死亡。公司新闻两间编译。那讲到即马两边的交战，已经是拍到第9天啊！伫部分国家嘛引起仇恨犯罪。伫咧美国的伊利诺州，就发生有71岁厝头家，因为厝骹因母仔囝是信伊斯兰教，佮是巴勒斯坦的人，竟然就举军刀甲抬，甲连续拄26刀，害死伊厝骹才6岁囡仔。查某囡仔地步啊，表情有淡薄歹势，看起来真古锥。也毋过伊说，因为以下战争爆发到大旱，受到以下战争影响，全球一直传出仇恨犯罪的状况。美国伊利诺州当地15号发生71岁的厝主，疑似因为厝骹伊斯兰宗教信仰，摕长7英寸、将近18公分的军刀，袭击巴勒斯坦的穆斯林厝骹，佮对厝骹的6岁囡仔外迪亚连拄26刀，造成外迪亚当场死亡。32岁女厝骹是当上送病院紧急急救。And said that he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that he attempted to choke her and said, "You Muslims must die."
and attempted to stab her and stabbed her. And she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called 911. And this was all, in her own words, seconds. And by the time she came out, her son had been stabbed 26 times. 警方近期逮捕处置自拔，透过采集证据，如果会用一级谋杀、一级谋杀未遂，甲2项受刑犯罪罪名起诉。对了犯罪，美国社会嘛出现支持以色列也是巴勒斯坦的对立分裂。哈佛、史丹佛、甲纽约大学，包括学生、教授、甲管理人员，拢伫社群网站发表激进的言论，引起争议。有一个人因此失去工作机会，也是互民众搜索、暴力威胁。各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写批互校长，批评校长对巴勒斯坦的苦难长期拢结点点，互学校甲企业界出现是毋是爱表态的难题。同款状况嘛出现伫法国，法国进前发生高中老师互外国籍车神 A 的男子杀害死亡，互认定甲以下战争有关系。当地15数百人组织伫法国北部城市阿拉斯的广场追悼死亡的老师。法国暂时全国禁止高度的戒备，会部署上济达到7000名远警戒备，加强保护文化宗教设施，佮禁止举行亲近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法国的教育部长阿塔尔嘛宣布，加开学的时间延后到当地16个早起10点。虽然政府禁止，不过法国国内的反犹太抗议活动又完增加了。189 actes antisémites sont relevés depuis samedi dernier. 65 interpellations ont eu lieu en lien direct avec des actes antisémites. 23 de ces 65 interpellés étaient des étrangers. 当局表示，暂时收回举报平台，法罗是收到2400多份的举报，拢是传播反犹太主义的信息，会对反犹太协会采取行动，要求解散几来的非正式也是私底下替哈马斯甲相关活动提供资金的协会团体。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事愈加愈严重，目前各国拢想要赶紧甲伫以色列国民摕倒转来。其中，南韩政府就特别派军机，甲160个国民再回国，嘛顺路载51个日本人。虽然讲日本嘛安排撤侨，不过要坐就要成立台票6500，而且干那载你甲杜拜，村内要家己想办法，互日本的侨民是真不满。泰国空军的撤侨专机16早起降落伫曼谷机场，在上新接回140个泰国公民为以色列回国。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已经超过20个泰国公民伫当地死亡，死亡人数敢若排伫美国后边。泰国总理赛塔强调，泰国无参加战争，不过有3万个泰国公民伫当地咧工作，有6000人想要回来，以每天200人的速度，至少1个月将完成撤离行动。南韩的军机则是暗时降落伫首尔附近的城南市机场，机场顺利为以色列载登来163个南韩公民。 약간 감옥살이 같이 있었다고 해야 하나요? 그래서 이따가 도저히 안 될 것 같아서 저희도 이제 나갈 방법을 찾고 있던 중에 이렇게 나오게 됐습니다. 除了免费撤回南韩公民以外，这只南韩的撤侨军机顶悬搁载登来51岁日本公民甲6个新加坡公民。由日本政府所安排撤侨专机，不止国民登机进前要先付30000票，学生台票6500，而且抑阁无法度直飞回国，只飞到杜拜，引起撤侨无能的批评。目前抑阁差不多1000个日本公民伫以色列，中国对以色列撤侨迟迟无做出安排，也引起真大民怨。 另外，西方国家15早起，244个阿根廷民众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回国，真侪民众甲亲人拦住回口，也有825个阿根廷公民也陆续撤离。德国空军过去这个周末顺利撤回160个滞留伫以色列国民。这是为10月7日冲突爆发了后，德国已经成功撤离2800个公民。 加拿大甲美国也陆续将国民成功撤离回国。一架为以色列回国的撤侨专机，15暗时降落伫佛州的坦帕机场。参选自控制署总统大会的州长德桑提斯亲身去接机。美国为16开始，也要安排专车为以色列海法港将当地国民撤离到塞浦路斯。公司新闻警员请评价。 讲到以色列受到哈马斯的攻击，死亡人数即马已经超过1400人，阁有100多人质伫咧对方的手头。以色列政府除了讲明要甲哈马斯完全灭掉，即马财政部长嘛公开认错，讲政府的领导阶层无保护百姓安全，应该担起责任。
罹难者家属伫耶路撒冷为一个爱尔兰裔的以色列查某囡仔举行丧礼。22岁天丹提初七迄天，伫音乐节的时阵，互哈马斯杀害，亲友用吉他甲歌声送伊最后一程。家属伤心一个哭甲毋成声。挖进加萨卡法阿扎是互哈马斯规整总台其中一个。伊军进入去清场，发现有一寡厝烧甲拢乌去，密里内底的一家伙仔煞活活烧死。הבתים השרופים האלה, הם שרפו את כל המשפחה ביחד ברגע שהם התבצרו בתוך הבית. לגמרי כל המשפחה נשרפה 100% ומצאנו את התינוקות ואת ההורים ואת הילדים ככה. 以色列拄着以巴冲突50年来上较严重的伤亡，超过1400人无辜死亡。哈马斯是安怎会当真紧穿过加沙边界，加定定的封锁攻击成功？以色列情报系统加防御体系是毋是失灵？以色列内外拢有检讨的声音。צריך להודות ביושר, בכאב ובראש מורכן, נכשלנו. הנהגת המדינה ומערכת הביטחון נכשלנו בשמירה על ביטחון אזרחינו. 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奇是总理纳坦雅胡的重要盟友，伊伫礼拜公开承认，政府当局必须为这场灾难性的攻击负责任。即卖以军紧补救，放调讲要对哈马斯斩草除根。毋过有分析是讲，这恐惊会致使巴勒斯坦会出现更加激进的恐怖组织，效果无法度预测。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继续来看到阿富汗西北部的都市赫拉特，昨是搁再发生规模6.3的地震。共这所在10月初7、10月12，搁加一届，敢若这一礼拜内都已经进第3届啊。今仔根据因塔利班政府的统计，这届地震拢总造成2个人不幸死亡，嘛修正前2届地震的死亡人数有估是有9000人死。西北部城市赫拉特几位居民伫规片废墟中徘徊，有人想要伫已经超过家己半个身悬的砖仔厝下中学，也毋过亲像无路用。这10号佮发生地震，规模6.3，震央位伫赫拉特西北30公里的所在，佮有真侪摆强烈的地震尾，也是一礼拜来第3摆。无国界医师组织估计这摆伤亡人数较少，进前已经有真侪百姓因为伤过检毋敢回去。ما بودیم بازیگاه فوقا بودیم بود خیلی ما بودیم چند تا که بودم اینا متصل برفتم به داخل خونه اگه ایزون به چیزی بیارم که یک چهارماه جمع کنم زلزله بیامد自2021年起，掌权的塔利班表示，赫拉特西北部农村受损严重，超过1000人罹难。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是有活1400个死。Some entirely flattened. Those who have survived have lost everything. They are left with no shelter or food. 这个感觉毁损较真严重，因为有倒去的危险。官员表示，已经释放超过528名犯人，大部分拢是伫要服刑期满，佮有改过自新的受刑人。所在天气都要变冷，居民除了心内乌影，也会想办法伫无确定性中度过寒冬。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京，根据民调，岸田内阁支持度落甲剩35%，有9成民众讲的烦恼万项拢起价，6成民众讲对岸田的经济政策无期待。再来是朝鲜日报，后面经过社群平台南处理以色列甲哈马斯烧战的假新闻，特别当发大贝塔的公司下卡的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就紧撤掉80万条的战争新闻。再来是英国的 Times 报道。意大利的生育率下降，20年来18岁到34岁少年人就减少300万人，比作是全欧盟上少少年人的国家。劳动力的不足，恐惊佫去影响到经济发展。再来是美国的《纽约时报》，澳洲的电子安全委员会 EX 平台无要配合网络反侵害儿童行为调查，要甲罚代票12万。佮讲闹不服就法院来见。再来是《华盛顿邮报》。以色列准备大战，下令加沙大规模的疏开，中东冲突继续扩大，造成国际油价起价，一桶增加90块美金，嘛是这6个月以来起上向的。继续来看到波兰昨国会大选，有出口民调显示，以前欧盟的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做头的在野联盟顺利选行，有望继续维持关注乌克兰立场。然而，这场选举的投票率冇超过7成，是波兰自1989年民主化以来上悬的纪录。
波兰今年这场大选，中央国政党竞争真激烈，选民投票嘛真踊跃。投票所暗时9点就关门，暗过首都华沙甲第二大城克拉科夫，一直到半暝拢还阁有选民伫排队等要投票。第二大金融中心弗罗茨瓦夫的投票排队，一直到过顿工透早拢还未消化完。选举官员讲，今年的投票率达到72.9%，是1989年共党势力落台以来最高纪录。18岁至29岁的少年人比60岁以上的选民更较侪。I voted for Koalicja Obywatelska, for Donald Tusk and Małgorzata Kidawa-Błońska. I'm fed up with the Polish war inside my country. We can be different, but we have to be one. And I'm fed up with the hatred. 若是安尼，设伫英国伦敦、德国柏林等所在海外投票所，完有60万侨民登记投票。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wasted absolutely 8 years.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our neighbors is just total disaster. This government have to go. 出口民调结果显示，行右派民众路线的法律正义党，伫国会总席处460席当中摕到200席，得票率是36.6%。不过并无达到执政所需要231席多数席。经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带头的公民联盟，渴望得到248席，得票率31.6%。而这国家第三路线中央偏左的左派定小党，拢总席处会超过一半。Słuchajcie, wszystko na to wskazuje, a wiemy i pozdrawiam stąd tych wszystkich tysiące ludzi, którzy jeszcze stoją w kolejkach do lokali wyborczych. Ten wynik może być jeszcze lepszy, ale dzisiaj już możemy powiedzieć, to jest koniec tego złego czasu, to jest koniec rządów PiS-u. 过去8年，法律正义党甲手伸入去司法甲媒体，致使民主的品质严重倒退。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布拉斯指出，在野这边的胜利，代表国内甲欧洲政策会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其中马上爱做的，就是清除国营机构甲公共电视台内底法律正义党所安插的人马。另外，公民联盟选举前嘛就抓讲要放宽对台法。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另外一场伫纽西兰的国会大选是廖顺甲准，翻天变地，最后是偏右派国家党选行，甲其他小党组联合政府。另外，伫咧南美洲的厄瓜多礼拜总统大选当中，是选出35岁可未经招好嘅诺波亚做新总统，也是厄瓜多史上上少年的国家领导人。And tomorrow morning, New Zealanders are going to wake up to not only a new day, but the promise of a new government and a new direction. 纽西兰中央偏右的国家党第14个国会大选实现政党轮替，以40%的得票率选赢。国家党主席卢克森渴望担任总理，会甲得到9%得票的行动党共组联合政府。不过，这两个政党拢总伫121席国会席处内底得到61席，敢若1席的优势，可能也需要另外一个小党纽西兰第一党的支持。才当稳定执政。执政的工党伫这届选举中失去将近一半的席次。今年1月接替阿尔登担任总理的希金斯已经表示，会确保政权顺利转移。国家党伫这届选战承诺会控制沟通的碰撞，疏解中产阶级的压力，并降低国际。外界认为卢克森可能会以商业优先原则甲北京交往。不过未来联合政府的另外一个成员行动党是甲台湾友好，正副主席拢是纽西兰国会跨党友台小组的成员。外界当时关心政局变动会安怎影响区域的美中竞争。看南美的厄瓜多，当地伫礼拜选出年纪刚35岁商业帝国继承人诺波亚担任这个历史上上少年的总统。诺波亚的爸爸金朝大王埃尔法罗较早5届竞选总统，到尾拢无调。诺波亚的胜选嘛代表实现家族啊登记的心愿，支持者拢伫咧路的人机啊庆祝。A trabajar la esperanza desde mañana empieza a trabajar Daniel Noboa, su nuevo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Muchas gracias. 诺波亚伫8月总统大选头一轮投票，以新人身份赢20%的选票，加得票率领先9%的左派鲁鲁斯贡萨雷兹进入第2轮决选。后来伊的支持度一直欠悬，到尾电到以5-2比4-8得票率打败对手。诺波亚当选了后，承诺会改善经济，为少年人创造就业机会，阁要将危险的罪犯加禁伫海上加价。不过，厄瓜多最近毒品暴力情况恶化，8月大选前11天，甚至有另外一个总统候
候选人伫造势现场叫人暗杀死亡，国家因为安尼进入紧急状态，诺普亚是毋是真正会当为厄瓜多带来改变？各界拢伫看。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志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